报仇我问江婉之，你要对我负全责。应该的。走保险吧，多的我赔。好啊。那个保险公司的电子来名了，我们1300。1300。你搞错了吧？怎么会搞错呢？这是我回国刚提的车，全球就一样。不过相识一场，我给你个友情价，1400万，怎么支付？谢谢你，我暂时还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听说你家破产了，你那个未婚夫呢？这么点你钱他都舍不得。你当初抛下我，就是为了那么个废物。3天之内联系我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赔人。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